北区区长朱任秘书和行政科长3个人参加台南市文化资产处办的好爷高纸课程。3个人好爷作品嘛，放伫区公所的大厅，提供民众来翕相参观。咱新的一年吼，咱民众安尼福气满满吼，所以讲伫咱公所遐有布置一个装置艺术，吼，伫咱的门口口有3只老虎啦。伊嘛真感谢吴文静老师来教因这项传统工艺。公所的同仁拢讲是真水的作品。我这支是有点回眸，那老师觉得说这个很适合镶在我们的那个墙壁上，那保留它的原色，更能凸显出虎爷的一个特色。师也有给我这只老虎赐的一个名字，叫做俯首江山。然后我们也是趁着这个虎年来呼应虎年。这3只好爷嘛叫做小虎队，要保庇民众的平安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